大家好，歡迎返到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2月7號，星期六。我哋即刻深入探討本週最矚目嘅金融新聞。美國股市喺2月6號星期五出現嘅大反彈，係經歷咗前一日嘅急跌之後，道瓊斯暴升超過1200點，升幅高達2.47%。有分析認為，呢次係海嘯式反彈。標普500同納斯達克指數都錄得強勁嘅升幅，當中科技股更係主要推手。究竟發生咗咩事？點解市場可以反應得咁犀利？而呢個升勢又會唔會持續落去？喺呢集影片入面，我哋會拆解推動星期五升市嘅關鍵因素，分析現時嘅市場環境，再同大家分享我哋對短期後市嘅睇法。首先，我哋睇下今次反彈嘅原因，主要有3大催化劑。第一個，亦都係最強勁嘅動力，係根據資金大舉輪迴反科技股，特別係人工智能 AI 同資本開支相關 Capex 嘅板塊。關鍵角之一就係英偉達 NVIDIA， 雖然佢下一季業績都要等到2月25號先至公佈，但係投資者已經因為預期佢會有另一份強勁嘅業績報告而提前部署。成個 AI 同科技資本開支主題獲得強勁嘅支持，帶動大市向上。第二個催化劑就係加密市場，特別係比特幣。喺2月5號星期四，比特幣經歷咗一次慘烈嘅拋售，係由超過73000美元高位急瀉到62000美元以下，跌幅超過14%。呢次加密貨幣崩盤，正正就係拖累股市下跌嘅主因。但係到咗星期五，比特幣強勢反彈，重上7萬美元大關，風險偏好情緒突然逆轉，令到交易員有足夠信心去大手撈底。第三個因素就係2月份整體嘅宏觀經濟背景。市場分析員話，呢個月有3個關鍵數據主導市況增長、就業同埋通脹。市場喺星期四已經計入咗大量嘅恐怖情緒，但星期五就冇重大嘅負面經濟數據公佈，正好為咗技術性反彈創造咗條件。早前公佈嘅1月份通脹數據顯示，按年升幅溫和回升到 2%，仍然處於聯儲局可接受嘅範圍之內，支持利率有望喺今期稍後時間逐步下調嘅觀點。而家我哋講下後市嘅展望，呢個升勢會唔會持續呢？簡單嚟講，情況係比較複雜。雖然星期五嘅反彈非常強勁，但要記住呢個升幅係基建於前一日嘅大幅下跌之上。計埋成個星期，標普500實際上係持平，而納斯達克更加係下跌咗1.8%。呢個現象嘅顯示，市場嘅底層趨勢依然充滿波動同不確定性。展望將來，分析師預期喺2026年將會有多次波動，主要風險亦包括政治因素同貨幣政策轉變。市場而家正處於觀望狀態，等待下一次嘅重要經濟數據，特別係1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同埋消費者物價指數數據。呢啲數據將會決定軟着陸嘅故事係咪成立，定係會重新引發對通脹持續嘅高企嘅擔憂。我哋嘅睇法係，雖然即時恐慌嘅情緒已經消退，但市場仲未完全脫離險境。星期五嘅升市睇落更似係一次技術性嘅反彈，以及響超賣嘅科技股上出現嘅逼空 short squeeze， 而非一個新一輪可持續嘅牛市嘅開始。再加上今次升市主要係集中響 AI 同科技資本開支
呢個單一主題，令升勢顯得比較狹窄，亦都更加脆弱。總結一句，2月6號市場嘅急劇嘅 U-turn 係情緒快速轉變嘅經典例子。佢由比特幣反彈、AI 交易重燃樂觀嘅情緒，以及缺乏負面消息所共同推動。不過基本因素依然係混合，我哋建議短期內保持謹慎。預期市場會繼續出現上落市，直至消化晒接下來嘅經濟數據。除非大市能夠以強健成交額明確突破關鍵阻力位，否則係難以確認新一輪嘅牛市嘅展開。以上就係我哋嘅今次嘅分析啊，你哋點睇？我哋係咪會再創新高呢？定係另一輪嘅調整近在眼前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，唔好忘記按點讚、訂閱同埋開啟通知嘅鈴鐺，就可以收到更多嘅市場更新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